第16课，耶稣洗学生的脚。耶稣知影伊离开世间的时到，伊叫2个学生去耶路撒冷的一间厝，准备互因通食饭。因去耶稣的朋友的厝，迄个朋友带因入一间厅，因伫遐准备要食暗饭。耶稣按时到迄间厝。耶稣甲伊的学生坐底要食饭的时，耶稣起来离开桌仔，伊摕面巾家己下，伊摕一个面桶舀水，伊开始洗学生的脚。伊用面桶的水洗学生的脚，伊洗一个学生的脚用面巾拭脚。以后伊搁洗一个学生的脚，伊用面巾拭脚。以后伊搁洗一个学生的脚。总是伊洗到彼得的时，彼得讲：你永远袂通洗我的脚。耶稣应答讲：我若无甲你洗，你就甲我无关系；我若无甲你洗，你伫我的国就无份。你爱甲我有关系无？你爱伫我的国有份无？彼得甲耶稣讲：主啊，若我的脚，我的全身躯也甲我洗，洗我的手，洗我的目睭，洗我的头毛，洗我的全身躯。我爱甲你有关系，我爱甲你伫咧，洗我的全身躯。耶稣应讲：我若洗你的脚，我毋免洗全身躯，因为你已经洗身躯洗了，只有洗脚，全身躯就清气。以后耶稣甲拢总的学生讲：恁叫我先生，也是叫我主。我有洗恁的脚，我是恁的主。我用模样互恁看，恁就照我的模样去行。学生应该照先生的模样去行。我洗恁的脚，恁就照我的模样行。恁就常常照我的模样去行。